好，我哋呢家介紹呢個營養素。營養素第一個家族係維生素 A。維生素 A 呢係對隻眼睛好嘅，對隻眼睛好咁啊，眼睛好就容易攞 A 啦，係咪啊？咁食物裏邊有紅蘿蔔同埋動物肝臟都會有維生素 A 嘅。好，下一個維生素嘅成員有維生素 C。維生素 C 呢好似一個盾牌咁樣，可以保護我哋嘅身體，增強抵抗力，殺抵抗細菌。咁水果同蔬菜都有維生素 C 嘅。好啦，到下一個選手維生素 D 貨多，好似狗仔擔住個骨頭咁樣，咁咧係對個骨頭好嘅。咁骨質疏鬆就要食多啲維生素 D 啦。佢仲有一個好拍檔係礦物質嚟嘅，呢個係乜嘢啊？就係鈣啦。鈣咧都係對個骨頭好，可以防止呢個骨質疏鬆嘅。咁牛奶就有豐富嘅鈣質同維生素 D 啦。仲有一個小貼士，維生素 D 咧係可以曬太陽就可以有豐富嘅維生素 D 㗎啦。好，到下一個到礦物質成員咯喎，礦物質成員有鐵。鐵咧就可以咧預防貧血，係啊，sorry，預防貧血。到五大營養素咯，五大營養素第一個碳水化合物。碳水化合物五穀類咧就會有豐富嘅碳水化合物啦，粟米都係有豐富碳水化合物嘅喎。咁咧佢就可以提供呢個能量俾我哋啦，所以我哋平時咧食包啊、食麵啊、食咗咧就會有體力啦。好，到下一個選手就係蛋白質。蛋白質咁咧就可以促進我哋生長同埋發育啦。生長同發育，無論小朋友、大人、成年人定係老人家都要食足夠嘅蛋白質嘅，可以對我哋肌肉好嘅。咁咧魚類啦、魚肉類啦、蛋類啦，或者啲牛奶都有豐富嘅蛋白質嘅。好啦，到脂肪嘞喎。脂肪咧有好脂肪同冇咁好嘅脂肪。好嘅脂肪分別有三文魚啦，平時我哋嘅三文魚刺身、牛油果啦、魚油啦，或者啲谷嗰啲叫做杏仁啊、堅果類都係一啲好嘅脂肪嚟嘅。咁相對冇咁好嘅呢，就有啲牛油啦，或者肥豬肉，咁就一啲冇咁好嘅脂肪，但係佢一樣呢，都係提供到能量俾我哋嘅。好，到下一個選手咯喎，就係礦物質。礦物質你哋只要記得，我哋鈣質啦、鐵質呢啲選手呢，都係礦物質嚟嘅，可以維持我哋身體健康。咁我哋今日嘅五大營